来真毋是款。 啉酒塞车去弄火车，这是发生伫透早6点44分，为台东驶起来，要驶到新北市树林的台路过号的火车，伫花莲的嘉明村滨高道，互一台白色的轿车甲撞落。这个火车是紧急停车，第30甲第40的车厢，互弄一个猫落。白色的轿车弄一个是冰一个，车头是密密冒冒。 主讲有保庇，好你加载。这个轿车的驾驶甲火车顶的乘客拢无人受伤，但是当时这个栅栏明明已经放落来了，这个轿车为什么也是拢无减速，为火车甲撞落去呢？原来轿车的驾驶有啉酒。 台路高真紧的速度通过滨高道，不过数一台白色的轿车，敢若无注意到司机站已经淡落来，直直向前冲，撞着火车，规台车会变一大片。看到民众赶紧过倒三工，把驾驶救出来，因为弄个力真大力，互真侪火车顶的乘客拢惊一跳。他东西是卡在第3车厢啊，我们听到声音是好几个声音啊，就是他车底下有卡到东西，然后往上喷的声音啊。 第三、第4车厢比较严重啊，他们感觉在晃啊，比较有点受到惊吓，有些人他还出国的嘞。列车驾驶发觉车辆有问题，失去动力，嘛赶紧停车落车看，才发现第3和第40的车厢已经红弄个冒气。好吓人！我刚刚有听到声音，我也吓一跳。 汽车零件被困在工厂园，四线落地的铁轨路，滨高道的司机站目前拢海去，后边的民众是惊甲软脚。这件代志发生伫咧下午6点44分，为台东上北驶往树林的401泰鲁格列车，经过花莲间段时，叫一个才20岁姓林的驾驶驶车拢要去滨高道，伊的酒测达0.3已经超标，伊讲是昨暝啉酒，醒起来要去百货市区买早顿，还阁伫咧酒醉，这无注意到头前路。 弄到了后，列车嘛赶紧停车，车内民众把拢提手举伫咧报平安。第二天嘛伫咧8点46分派列车来接。如果前面的话，他就有看到，他就会看到。不是前面撞的，我们已经有办理接驳。这摆事件拢总造成车顶370位乘客受影响，耽误的时间上少120分钟。特地讲无乘客受伤，不过事故算动到车大个统计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